立法院搁来爆发着口角的冲突。今仔日立法院处理财政收支未分发的复议案，行政院长杜英泰率领团队来做报告。但是咧质询的时阵，国民党的立委柯武真来质疑，讲民进党有未少的立委伫咧台骹摕手机咧录影，要求院长韩国瑜来阻止。吴思瑶反呛。 讲参机密的预算拢咧直报咯，这即阵来录影有何不可呢？同一个时间，陈玉珍是冲过去，用马身把镜头砸起来，双方爆发着严重的口角。请卓院长不要当出卖台湾的人，更不要当一个勤快卖台，不让你卖台，不让你卖台。两个的麦克拢嗡嗡叫，议会处理在违法的复议，重点也是聚焦在责任的议题。连续两天，国民党团的总调鲍昆萁采用联合质询，验过边爱立委柯武真所发现有人在录影。主席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议场可以一直录影吗？为了防止 有所谓的胡乱剪接，时间暂停。啊，身为一个国会议员，却用这种侧翼的形象、侧翼的作为，这是很羞耻。那我来纳入朝野协商来探讨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声怎引发着冲突？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维持秩序，爱民进党团尊重质询台停止录影。 同一个时间，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也加入政会，更加跳出来将镜头砸咧。我再次呼吁。坐去到吴思瑶的边啊，两个人是冤家大声声，录影的风波和质询暂时话停，甚至双方对议场内吵到议场头前。我以前在等受访问的时候，你们也都说陈玉珍盯梢。张嘉宾伫边啊顶条条，引发着另外一波冲突。 严个外头，陈玉珍就随导入另外一个战场。你的重点是没有申报，然后呢？我那时候不是立法委员呢。对申报房产再到美国的国籍，对议场内查到议场外，过疫情搁伫边啊战声。你们中国见了哪些统战部的官员？都告诉我们好不好？我没有见过。你有没有见过什么国安部的人员？也告诉我们好不好？虽然这届跟两个人冤家，但有点仍完整有影片。下晡特别进行后议的表决。 是讲在未经表决，议场内都已经充满着灰油味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